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5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申命记第7章第1节到11节，提摩太前书第6章11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属主的人。什么人属主？事实上并不是犹太人，乃是遐会愿意跟对上帝的人。无论你是倒一个民族，讲倒一种的语言，或者是讲住伫倒位，对信仰的观点来看，所有愿意跟对上帝的人，拢是归属于上帝。遐背离上帝去敬拜偶像的人，当然就是甲上帝对敌的人。申命记第7章第1节到11节，安尼讲着上主的子民，上主恁的上帝会带恁入去恁要占领的地，对恁的面前将7个比恁更较强大的民族赶走，就是赫人、吉加撒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亚波斯人。上主恁的上帝将因交伫恁的手，互恁甲因拍散。迄时，恁着甲因彻底消灭，毋通甲因立约，嘛毋通手下留情，毋通甲因通婚。恁的查某囝毋通嫁互因的后生，嘛毋通互恁的后生娶因的查某囝。因为因会互恁的囝儿愈走，无敬拜上帝，去互西北的神明，直到上主对恁大发生气，真紧就甲恁消灭。所以恁着安尼对待因，拆毁因的祭坛，讲碎因的石条像。佮带动因的阿瑟拉女神的神像，用火烧因雕刻的偶像，因为恁是归属上主，恁的上帝，圣洁的子民。上帝有对地上万民的中间竞选恁，做伊特别的子民。上主听恁。敬恁，毋是因为恁的人业比别族较济，其实恁的人业是万族中间上少的，是因为上主听恁，佮要实现伊对恁列祖立誓的应允，而且用大权能的手带恁出来，救赎恁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，脱离做奴才的家。所以恁着知，只有上主恁的上帝是上帝，是信实的上帝。对听伊、遵守伊诫命的人，伊会收约。施主爱互因直到千代。所有拒绝伊的人，伊会甲因报应，甲因消灭。伊对拒绝伊的人会真紧当面甲因报应，所以恁着切实遵行我今仔日所吩咐恁的诫命、规例甲命令。所以归属上帝的人，就是爱切实遵守上帝诫命甲法律，这是无法度妥协，无有余地。保罗伫写互提摩太的批信的中间，也提到着这种的概念。伊要求提摩太着爱离开一切歹事，并且着爱亲近追求上帝的好。
天父台前书第6章11、19、12安尼提到，毋过你这个属上帝的人，在闪避这的事，就追求正义、敬虔、信心、仁爱、耐心甲温柔，信仰的美好竞赛，就尽力去拼，就确保永远的活命。为了这个活命，你有受警调，伫真济见证人的面前宣认美好的信仰。需要闪避的代志，就亲像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3节到第10节的经文所甲咱讲的代志。这一切甲教义相违背、无符合、无知、自夸、诽谤、猜疑、心思败坏、丧失真理、不停的纷争以及宗教念财等，属于上帝的人必须爱来追求伫上帝正义、敬虔、有信心、有上帝的听、耐心甲温柔，并且都爱尽力伫天路顶悬来奔跑这种的人。诗篇93篇，上主做王，上主做王掌权，伊用威严做衫穿。上主用威严做衫穿，用气力做大来下。伊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摇动。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，你对永远就存在。上主啊，大水摕野鹰，大水野鹰出大声，大水野鹰哗哗吼。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，赢过海洋的大鹰，抵过大水哗哗吼的声。上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，你一定神圣直到永远。求主帮助阮，愿意行伫上帝的真道顶悬来追求。并且来击杀一切无属伫上帝特质的性命，真心真力来跟对主、属对主，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